終於嚟到預苦期嘅最後一個星期啦！今個禮拜嘅操練係揀食操練。今個禮拜為神嘅緣故，選擇食簡單嘅食物，過簡單嘅生活，將慳落嚟嘅錢奉獻俾有需要嘅人或者群體。而家我哋一齊嚟睇下今日嘅親子靈修啊！馬太福音16章24節，耶穌對門徒話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自己嘅十字架來跟從我。今日經文嘅重點係要跟隨耶穌，就要拎起自己嘅十字架。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咁你又覺得你嘅十字架究竟係乜嘢呢？分享完之後，讓我哋一齊禱告。主啊，幫助我喺生活裏邊勇敢咁跟隨你，聽我嘅祈禱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